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財經策局嘅 podcast 啦。今日係7月5號星期日，星期日又講啲輕鬆啲話題啊，講下香港嘅餐飲業。大家留意最近包括大家樂、大快活出咗全年嘅業績，其中咧我哋見到大家樂咧一年炒咗超過1500人。咁到底係咪香港嘅餐飲業寒冬先至啱啱開始呢？大家如果最近行街咧，其實都應該發現到個現象，一啲所謂大型嘅快餐連鎖店，好似係美心啦，同埋大家樂咧，都開始逐步關閉自己過去一啲都幾受歡迎嘅門店啦。而同一時間，我哋又見到譬如稻香呢個酒家又推出98蚊嘅任食火鍋，每晚都排晒長龍啦。咁甚至頭先講嘅大家樂喺公布業績之後咧，股價竟然喺5日之內升咗30%。咁到底成個餐飲業嘅狀況係好定係壞呢？如果由財金官員嘅口中，當然就話零售業見底啦，餐飲業咧亦都開始度過寒冬。咁但係由咁嘅怪現象睇到，其實而家香港個餐飲行業嗰個變化咧，我哋見到有人排長龍。但係就唔代表咧，其實餐飲業係好轉㗎。咁見到大家樂股價大升，亦都唔代表咧香港經濟好。相反，將所有呢啲新聞擺埋一齊咧，反而揭露咗個事實，就係香港嘅餐飲業咧已經由過去揾銀嘅模式、揾錢嘅模式，進入一個求生嘅模式。而第一個舉白旗嘅唔係小店，而係大家樂。大家樂最新嘅業績，市場興奮嘅係咩呢？股價我哋見到幾日升咗30%啦。咁當然背後包括佢嘅派息增加啦，更加係突破咗用5000萬咧進行回購。咁好多評論分析都話大家樂股價見底啦。但係如果大家睇下大家樂嘅年報咧，我會想問一句：到底見咗咩底呢？全年收入跌咗4.5%，純利跌近30%。香港快餐收入咧跌近6%，當中旗下嘅一粥麵更加跌近1成。如果咁樣都叫復甦咧，其實我真係唔知咩先叫做衰退。真正令到成個大家樂下半年盈利反彈嘅，其實唔係客人多咗，而係公司炒咗1526個員工。呢個係講緊一年嘅數字，係減少咗8%嘅人手。呢個減幅咧，可以話比過去任何一個年份都要多㗎，甚至乎比起2020、2021疫情期間都係減200幾、700幾人。相反到2023年咧，反而因為預期經濟復甦啦，加上通關效應，當年咧更加請多咗16人。但係而家咧過去兩個年度，25年減咗近600人，到26年更加係大幅減少咗1500人。咁你見到咧，實際上成個大家樂嗰個分店人手嗰個模式咧，係唔係擴張而係收縮？分店香港分店更加由381間咧減到375間。所以呢個模式唔可以叫做增長啊，其實係止血。大家樂唔係跑得快，而係希望個流血咧可以流得慢一啲。換言之，大家樂唔係靠多人食飯去復甦，而係靠少啲人細啲鋪慳啲錢咧保住個盈利，咁樣叫做管理有功，而唔係市道回暖。而更加殘酷嘅現實係，大家樂已經係最有條件咧自救嘅一個餐飲品牌。佢有自己嘅品牌，有中央廚房，有晒供應鏈，有議價租金嘅能力，更加有現金流，有資本市場，佢係上市公司去支持。但係連佢都要裁員縮鋪，中小食型食肆嗰個壓力，小店嘅壓力咧，可想而知。我哋再仔細睇佢報另一組數字，就係呢個人工成本咧，一年少咗1億，店鋪分店嘅數字，香港嘅減少咗6間，而更甚係開始由3000尺嘅大鋪咧搬去2000尺以下嘅小店。以荃灣呢個全新天地為例，佢最近咧就由右鋪搬去左鋪，但係嗰個size 咧真係可以縮減到接超過一半啊！咁你見到呢個大家樂同一時間係引入好多自動嘅炒菜機啦，一啲自助餐點嘅
機啦，亦都有中央廚房、外賣嘅自提櫃，全部都係做緊呢一件事，就係以前一間分店可能需要20個人，而家希望減到15甚至更少10個人已經可以做到啦。所以大家記住呢個情況係企業呢個提升效率咧，未必係代表經濟正係改善㗎。好多時企業知道咧，未來嗰個經濟前景未必睇得太好咧，所以就要提前瘦身。所以我一直講咧，而家香港真正被淘汰嘅唔係餐廳，而係過去香港20年嗰個成本結構當中，包括香港嘅租金、香港嘅人工、香港嘅營運成本，但係香港賣嘢嘅價錢咧，就要開始同深圳接軌。你大家有冇發現咧？最近香港呢啲所謂成功嘅案例咧，都離唔開4個字，就係一個極致嘅性價比。包括兩餸飯啦，包括開頭講稻香98蚊任食火鍋，其他又有79蚊嘅沙姜雞、99蚊嘅雙人套餐。大家樂唔係升級而係降級啊！稻香咧亦都唔係話創新而係劈價。香港嘅餐飲業其實早已經打響一個價格戰，而由大家知道價格戰咧，從來都冇一個贏家㗎。更加值得留意係香港今年頭4個月強制清盤呈請323宗，按年升咗31%。法院發出嘅清盤令208宗，按年再升1成4。當中餐飲、零售、建築、本地旅遊都係重災區。當一間上市公司都要炒人、都要縮鋪、都要縮減人工成本嘅時候，你覺得冇中央廚房、冇議價能力、冇銀行支持嘅小店，仲可以捱多幾耐呢？但係現實係香港嘅餐飲業咧唔係全部縮減㗎。根據立法會嘅研究顯示，由2018年到而家咧，呢個粵式傳統嘅中式酒樓少咗1成6，但係相反非中式嘅，譬如係日式嘅餐廳、茶飲店呢啲特色小店咧，反而係增加咗。點解咧？唔係香港人唔食粵菜啊，而係好多香港人特別係後生嗰批咧，已經改變咗飲食習慣。佢哋而家去揾餐廳嘅時候咧，會先睇小紅書，先睇 Face，先睇 IG。餐廳今日賣嘅唔止係食物啦，而係成個內容要有打卡，要可以分享，要有一個所謂社交嘅貨幣。到好多中式舊式嘅酒樓，到今日仍然相信嗰個傳統係只要啲菜做得好，自然有人幫襯。但係唔好意思啦，已經唔係呢一個咁嘅年代。香港餐飲業真正要自救嘅唔係減價，更加唔係等政府救，而係重新設計整個商業模式。呢度我想帶出咧，就係話香港嘅食肆唔係冇得救噶。由頭先講大家樂、稻香、太興、牛奶冰室呢啲案例，反而説明咧，餐飲業其實只不過係舊嘅玩法冇得做，大家可以諗咧更多七招咧係自救嘅方式。第一個就正如一開頭講，大家樂美心咧開始係縮小門店嘅規模，大鋪嘅時代咧已經唔再適合啦。未來食肆要重新設計成個堂食外賣自取嘅比例，3000尺嘅大鋪咧已經唔再合理啦，2000尺樓下1500尺，廚房嘅效率更加高，翻台更加快。外賣可以做到嘅小型店鋪咧，可能更加適合而家嘅市道。第二就係菜單要減啊，而唔係加，呢個係大家樂正係採取嘅措施。好多餐廳個餐牌10幾頁，結果係採購複雜、廚房混亂、損耗高，而且出品唔穩定啊嘛。好多嘢變得係可能得1、2樣係招牌菜，其他未必係受到客戶歡迎。所以未來應該集中幾個高毛利、高周轉、標準容易化做到嘅招牌菜式。第三，真係要接受呢個半預制啦，由呢個中央廚房自動化。咁呢個咧係可以大幅縮減咧自己嗰個經營成本，當然唔可以犧牲底線嘅。你嘅焗豬扒飯唔可以變成只係即係一劈醬，基本上毫無特色。咁保持一定嘅底線咧，呢個係要做嘅。我相信而家其實香港嘅食客咧未必係好反感呢個預製菜㗎，反而咧係更加追求呢一個性價比。
點樣去平衡自動炒菜機、中央嘅湯底、標準化嘅醬汁？呢啲係要店鋪咧去自己摸索，令到價錢、質素同埋體驗咧三者變得合理。第四嘅可能係一啲中檔嘅餐廳咧，要重新定位啦。而家好明顯，大家見到個市道最危險嘅係人均300到500蚊呢啲餐牌嘅一啲餐廳。更高檔嘅當然啲米芝蓮亦都仍然係大排長龍，好多要預約係3個月以上，因為好似我之前講香港 K 型經濟，上層嗰批人越揾越多，咁所以呢啲米芝蓮高檔餐廳咧係不愁冇生意。咁但係呢啲中檔嘅咧，其實而家基本上既冇特色又冇服務，更加冇呢啲可以社交分享嘅一啲餐廳咧，其實變成咗咧係一個最危險嘅地方。你一係就向上進一步爭取做一個更高檔嘅品牌，一係咧就向下更加高效率、高性價比。如果你繼續只係企喺中間咧，只會俾深圳呢啲高檔餐廳兩餸飯三邊夾死㗎。第五就係呢啲粵式酒樓要更加年輕化啦。唔係話你要做一啲網紅店啊，而係要識得將傳統嘅燒味、點心、小菜、老字號啲古仔咧重新包裝。譬如最近美心咧，亦都將佢哋旺角Moco 嗰個分店咧，變成一個係中式酒樓嘅一個新派經營，既有呢個點心教室，亦都咧係將成個餐廳嘅佈置係變得年輕化。你一啲招牌嘅點心係咪可以做一啲外賣禮盒呢？老字號係咪可以包裝成為一個專針對旅客嘅一個旅遊路線？而平日嘅家庭聚餐係咪變成節日套餐呢？香港嘅飲食文化固然有佢特定嘅資產叫助力，但係唔能夠再靠話我老字號，所以你要嚟幫襯呢，呢個已經不合時宜。第六係呢個租金咧，係必須係更加現實啦。餐飲業最終夠唔夠得起呢？其實好大程度取決於業主係咪願意共度時間。當呢個商場嘅商鋪嘅空置率仍然高達1成幾嘅時候，如果商場仍然用高峰期嘅租金思維收租咧，最終結果唔係租客輸啊，而係成個商場街鋪變得死寂，客流更加差。大家咧攬住一齊輸。最後想講嘅係政府係咪應該有一定嘅特定角色呢？支援係咪唔應該再只係停留喺口號，叫大家呢啲餐飲業要自己自救更新，係增加競爭力，包括譬如科技券、數碼轉型、老字號嘅推廣、旅遊餐飲嘅路線、企業重組嘅制度。政府係咪可以更多角色呢？特別喺呢個企業拯救嘅機制，香港拖咗好多年啦。結果好多企業唔係冇價值，而係未等到重組嘅機會咧，已經係被清盤、被結業。而最重要一點，其實係經營者必須要承認咧，香港嘅餐飲業已經翻唔到去咧2018年前嘅世界。內地旅客消費模式改咗。本地嘅消費模式亦都變咗，外賣平台改變咗大家堂食嘅邏輯，北上消費咧改變咗成個價格嘅競爭力。最後我想講咧，就好多人睇到大家樂業績之後股價急升，覺得香港餐飲開始見底。我反而覺得咧，大家樂嘅股價跑贏咧係資本市場嘅勝利，但係同一時間大家樂嘅裁員咧，其實就係對香港經濟發出嘅警號。如果未來一年更多嘅餐飲集團都開始學大家樂，炒人縮鋪、搬細店、機械人取代人手、劈價去搶客。咁樣真正被淘汰嘅，唔止可能係餐廳，而係香港過去嗰種靠高租金、高人工、高消費支持嘅經濟模式。我相信大家樂唔係第一個，亦都絕對唔會係最後一個。今集時間講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鍾意我分享嘅內容，我哋聽日再會。